干什么的？我是来送信的。送信给谁？你们的丞相金蚕子。把他给我拿下。是。走。此人现在在哪儿？在外面，他一直嚷着要见丞相。殿下，就是他。你是什么人？送信的。殿下，我们在他身上还发现另外一封信。这封信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送给柔然丞相金蚕子的信。送给丞相的信。我是柔然的王子，我要见的是柔然的丞相。就凭你，我看你在我的军营外面搜寻，我怀疑你就是一个探子。对于探子，我们只有一个字：斩。我家主人说了，如果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杀了我，这说明你们鼠目寸光。用我一条贱命试出你们的深情，那也值了。那就成全你。等等，殿下怎么回事？丞相，请看。拓跋焘尚在圣乐，必要之时可提供亲征路线。殿下，请。这不见得是空穴来风。拓跋焘年少气盛，这次来圣乐不是简单的巡查，他一定会御驾亲征。丞相，拓跋焘在不在圣乐，我们一样要攻城。这上面写着必要之时，可为丞相提供拓跋焘御驾亲征的行军路线。丞相，你难道要相信他？我不相信他，但是我们在半路设伏，截杀拓跋焘，这会事半功倍。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丞相，依我之见，这个人就是一个魏国探子，咱们要相信他，那咱们就上了当了。哼，要我看，一刀杀了他了事。殿下，你等等，我再问问。什么人派你来的？我家主人。我要见你家主人。你们迟早会见面的。什么时候？拓跋焘丢命的时候。他这样做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？我家主人说，你见到这朵心仪花就会知道原因。什么花？我听说心仪花背后之人早已经自杀。你见到我家主人，他自然会告诉你原因。如果你们想要杀我，我自当一言不发；可如果你们要放了我，我就再送你们一个口信。好，我相信。你说吧，丞相。你们先退下。是。不提殿下，请你暂避。丞相。你说吧，丞相。月明山西路上山1里，有一条小路直通灌木丛。看到一个腰系兰花汗巾的采药人，便可上前联络他。按语是，丞相的人以人生天地间表明身份，对方会回答：忽如远行客。好，来人，在，放人。是。丞相，告辞。好。哎，丞相，你就这么放他走啊？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。丞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等时机成熟，我会告诉你的。丞相，你找我？圣乐那边有什么消息？哦，据派出去的斥候说，现在魏国重兵把守圣乐，就连圣乐的周边也有魏国的驻军。那圣乐城呢？现在圣乐城已经开放，但是出入检查颇严，我们的人没混进去，暂时还不知道。从明天起，你派一个人去圣乐城外的月明山，如果看到一个腰系兰花汗巾的采药人，就可以上前
与他联络。联络的暗语是我们的人先说“人生天地间”，对方会回答“忽如远行客”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此事千万要保密，你可明白我的意思？丞相，难道连无题殿下那边也要保密吗？这是为何，丞相？摆在我面前的是天大的功劳，难道你愿意和更多的人分享功劳吗？我明白了，丞相。木兰，多伦殿下，福临，我去锦绣学堂授课，正好路过这儿，特地进来看看你。好啊。多伦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叶叔，我的酒呢？快把我的酒拿来！你不能再喝了。喝了酒，心里会舒服点。殿下，殿下，你的酒。多伦殿下，听说你从圣乐回来之后，每天都这样喝酒。是啊，殿下是借酒浇愁。你不就是打了一场败仗吗？福临，你知道我是被谁打败的吗？是木兰。你知道他是用什么打败我的吗？丝绸。丝绸。你知道，我因为爱上了他，也爱上了丝绸。于是他组织了一个来自五凤谷的丝绸车队。我一见到丝绸，又是来自五凤谷的，我就下令拦截他。而木兰和他的手下就埋伏在丝绸车里。木兰真是，在我心中，丝绸代表着我和他的一切，而在他眼里，我们的感情却变成了打败我的武器。也许木兰真的另有苦衷啊。你知道吗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，为了让他远离战火的荼毒。我让我父汗失望了，而他呢？他居然这样对我！多伦，你别这样。我四处寻找木兰，但是当我找到她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我们的距离比任何时候都要遥远。我相信你和木兰，总有一天会再见面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所有的隔阂就都消失了。以现在的战况，就算再见面，不是我死，就是他亡。不是这样的，也许情况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糟。就像我跟你父汗，一个是柔然人，一个是魏国人，我们现在不是也相处得很好吗？等战争结束了，所有的痛苦就都结束了。我不知道要怎么结束，是魏国灭亡，还是柔然灭亡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作为柔然的王子，尽管面对的是木兰，我还是会杀了他。不，我不该跟你说这些的。你走吧。
你不可以再喝酒了。王妃，麻烦王妃给殿下找个绣女过来，绣花给他看，好消消愁。好吧。王妃慢走。谢将军。啊，花狐。谢将军，是不是又有大仗要打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每次打仗，你的眉头就会紧锁，这仗越大，你的眉头就锁得越紧。你看你现在2条眉毛都快拧成疙瘩了，我就知道肯定有大仗要打了。你这个鬼精灵啊！我们这次对手是谁啊？柔然的丞相金蚕子听说过吗？你去准备一下吧。是。谢将军，那个无题和多伦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是多伦的哥哥。那你有多伦的消息吗？没有。谢将军，多伦身为一名败将，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这个不好说。不过以他多伦王子的身份，最多也就是赋闲吧。谢将军，那我去准备了。唐楼回来了，他见到了金才子本人，信已带到，金才子表示愿意合作。现在就看我们的了。你们兄弟俩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机会下手吗？我唐楼从军8年，始终都在外廷担当保卫，从来没有机会进入内廷。这次上了战场，能找到机会下手吗？我估计呢，那个人身边有100名御前侍卫，别说下手，就是接近都不太可能。小哥慢走啊！谢谢医师。自古御驾亲征，无不求稳。也许金蚕子料想到朕会御驾亲征，但他一定不会猜到朕会以身试险。但是对于臣来说，皇上的安危比武川的得失更加重要。谢启臣，就算朕万无一失，但如果武川没有夺回，朕一样要治你的罪。臣遵旨。这孙子曰：地形有通者，有卦者，有知者，有爱者，有贤者，有远者。那这种地形叫什么？依我看啊，应该算爱。爱。那这种地形我们该怎么打呢？爱行者，我先居之，必迎之以待敌；若敌先居之，迎而勿从，不迎而从之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抢先占领，并用重兵封锁隘口，以等待敌人的到来。如果被敌人抢先占领了隘口，并用重兵把守，我们就不要去进攻了。不进攻？那不进攻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兵书上没有写呀。哟，魏陀，你来了啊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们聊得很起劲儿，都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。花狐啊，你上次伤在胳膊上，手腕手臂有没有受影响？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觉得这手臂是有点问题。哎呀，你呀，真不爱惜自己的手。没事儿，
就动起来有点不灵活，别放在心上。我帮你按摩一下吧。行。魏陀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刚才还在讨论呢。如果敌人抢先占领了隘口，并重兵把守的话，我们除了退避三舍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处置方法了？书生，求医问药的事儿，你问魏陀，他肯定知道；行军打仗的事儿，他哪懂啊？花狐，你这就有所不知了吧？咱们兵营藏龙卧虎，这魏陀就是其中深藏不露的一个。啊，书生，我一个小小的医师，你就别取笑我了。哎，花狐，你这手的确有问题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皮肉伤倒是治好了，但是里面的溃脓却没有好转，但伤及的经络却没接好。最近不能舞刀弄剑，可欲失床，马上又要打仗了呀！又要打仗？花狐，这次你可不能去。真要打起仗来，这点小伤哪管得着啊？你虽然是小伤，要是治不好，你这手一辈子就废了。你真再要上战场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，其他我做不了。但最起码我能帮你按摩针灸，让你的手跟以前一样。行，如果需要你帮忙，我一定找你。好了，哎，明天你可别忘了来我这儿按摩。行。明天还是我来找你吧。那就麻烦你了啊！那我走了。谢谢啊。手千万要保护好。好。花狐，这魏陀对你也太好了吧？我们认识好多年了。那这种地形叫什么？依我看，应该算隘。隘？那这种地形，我们该怎么打？多伦，你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顿桌。快过来。小姐殿下，你们慢用。来，这是草原上最好的马奶酒，快尝尝。贺红小姐，你还让他喝酒？他现在整天酒不离手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给我出去！哎呀，你别打扰他们俩了，走吧。殿下，别喝了。怎么样？的确是好酒。太好了，你喜欢就好。多伦，我有一个计划。哎，你们出去一下。殿下，留下来。是。我跟多伦殿下有重要的事情要说，你们先出去一下。继续秀。是。你秀，你整天就知道秀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说过让你忘了他，只要这些破东西在，你就永远忘不了他。不准你砸！你居然推我！我为了给你找最好的马奶酒，我骑马跑了80里，我现在2条腿还发麻呢。人家吴提对我这么好，我连一个好脸色都没给过他。为了你，我还跟我爹爹吵架，跟他翻脸，我值吗？你现在因为这些破绣架，你居然推我！阿虎，你对我好，我都知道。知道什么呀？知道，我好心当成驴肝肺。那你没事干嘛针对绣品呢？我还不是都为了你吗？你跟那个魏国妖女是不可能的，睹物思人。你看着这些绣品，你是忘不了她的。其实，这些绣品让我想起的，也不完全是她。不完全是她，那还有谁呀？我喜欢丝绸，是因为女孩子织绣的时候特别的漂亮。真的？
如果我们柔然的丝绸能够像魏国一样发达，那我们就不用到处征战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是欣赏这些绣品，不是怀念它？这么美的东西，谁不喜欢呢？那你现在不太喜欢我，是不是因为我成天舞刀弄剑的，不像女孩子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你舞刀弄剑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但是你更喜欢女孩子斯斯文文的，会织布绣花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早说呀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要学的话呀，肯定比他们绣的都好。怎么？这会儿你不气了？我生气了吗？我可是个大气的姑娘，哪儿那么容易生气啊？我今天挺高兴的，你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不告诉你，等着瞧吧。哼。想象这是一朵花，你的手是一阵清风，而这针是你的指尖。这么多人呢！贺红小姐，贺红小姐，贺红小姐，王妃，我今天是来求你一件事儿。我也想跟你学织布绣花。我们这一期的学员已经满了。没关系，我等下一期。下一期也满了。那就再下期。我现在就报名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学呀？3年以后吧。3年？哼，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学。现在没有你的位置。她是丞相的女儿。我知道你是丞相的女儿，但是我不能因为你把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撵走。这儿不是有一个位置吗？那是慕云的位置。那贺红小姐，我让给你吧。咱们逼得最大。这个位置好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我的针线包，要不贺红小姐你就用我的吧。谢谢你。王妃，你看我绣的对不对啊？平时我们绣的时候针要垂直。金蚕子和吴提现在已经攻占了武川，他们的意图很明显，以武川为据点，目标还是胜乐，但是最终的目标是平城。为什么多伦带兵的时候，柔然人直直地奔着胜乐来，而多伦失败了以后，他们还往这个方向去呢？西金，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现在看来，我们的都城平城太过靠北，而且前方没有屏障，北方的游牧民族一进攻，一旦突破了边防，很容易就威胁到了我们的都城平城。平城是国之根本所在，却动不动就被兵临城下，这真是太危险了。柔然人在武川盘踞着，而我们在胜乐待着也不安稳，何不将他们撵得远点呢？没错，现在皇上定下的计策是前后夹攻，正面队伍从胜乐出发，直取武川。与此同时，一支5000人的精锐从胜乐出发，绕到雁门郡，从云中对柔然人发起突袭。这计策好，前面打得柔然人落花流水，后面又有我们的精锐突袭，柔然人还不得晕头转向啊！但是这5000人的精锐轻骑，皇上打算亲自率领。为了迷惑柔然探子，我已经把皇上从平城带来的禁军编入武川会战的正面队伍，宣称皇上要亲自攻打武川。现在皇上尚在胜乐的消息，估计柔然探子已经知晓，但是皇上御驾亲征云中，现在除了皇上，只有我们3个人知晓，此事必须严格保密。一旦被柔然人知道真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皇上如果有什么意外，那是魏国的灭顶之灾。你们俩听明白了吗？谢将军，你放心，就算我死了也不会说出去。
怎么样啊，小哥这2天这身体？哎，你上次给我的那些药啊，吃了以后现在还是不舒服啊。哦，这可能是水土不服啊。这个适应了这边的天气以后啊，可能就会好一些。你来，是告诉我机会来了吗？情况突然有变。怎么了？我们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但是谢启辰突然把我和唐龙所在的禁军卫队并入了作战的队伍。他果然要亲自出战。他将要去哪里？这就不知道了。但从准备情况来看，应该是武川。武川。皇上的安全事关社稷安危，为国存亡。我亲自护送皇上去云中吧。华湖在。尉迟闯留下来，跟随西金从正面进攻。谢将军，我还是跟你一起去云中吧。正面战场也很重要，如果你们在正面牵制不住敌人，那么后方的突袭也就没有意义了。那皇上的安危呢？有我在。谢将军，既然皇上的安危牵扯了我们这么多精力，我们何不劝皇上坐镇胜乐呢？我与丞相曾苦苦的相劝，但皇上主意已定。谢将军，你放心，我保证拿下武川。谢将军，尉迟闯一定完成任务。嗯。药啊，最近伤兵特别多，好些药都用完了啊。你们这又要出征打仗？是啊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啊，花虎也要出征吗？在那边，需要我叫他吗？不打扰他了，让他忙吧。他手伤未愈，每天必须针灸按摩，但你们要出门，按摩不了，我就准备了3天外敷的药，你带给他。谢谢你啊。明天晚上你就等我们的捷报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慢走啊。嗯。嘿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，魏医师啊，找你半天了。怎么样？你的脚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来，这个给你，泡脚的时候抓一把进去，这样好的才快。这个。谢谢你了，在忙是吧？是。啊，这草料备足了？备足了。啊，这是备了几天的草料？按上头的吩咐，备了2天来回的。哦。哎，对了，这脚上要是有泡，不能解啊。好啊，每天晚上要用热水泡脚。行。啊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好嘞，先走了啊。哎，慢走啊。哎。当魏军左右为难之时，我从中路强攻。莫那与大大，你们坐镇武川，我们哪一路遭遇了魏军的强力阻击，你们就立刻增援。大邱负责提防魏军偷袭，特别是我军后方的云中方向，以免我军腹背受敌。你们全部到云中埋伏。好，丞相。丞相，殿下，云中这一片为山谷，色车在这里埋伏，拿取到这里，大纳在谷口埋伏。当魏军全线进入之时，形成关门打狗之势。当我军开始包围进攻，吴提殿下率领中军冲锋，将魏军杀个片甲不留。丞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打胜乐，围云中。围云中？云中就算有魏军，也不会是主力队伍，最多就是偷袭骚扰的轻骑。我们以6万大军去围云中，这不是小题大做吗？你们先退下。是。并非小题大做，殿下所料不错，
会有一支轻骑突袭我们的后方云中，而率领这支队伍的人就是拓跋焘。如果能在云中将拓跋焘绞杀，这可比攻下10个胜乐、10个平城的功劳还要大。丞相为何确定拓跋焘会御驾亲征？因为我有可靠的情报。就是那天那个探子。以我之见，那就是一个故弄玄虚的人。不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经得起推敲。丞相，我们派出去的探子探听的消息是，拓跋焘如果御驾亲征，目标一定是武川。丞相为什么要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魏国探子，不相信我们自己人？因为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。什么理由？这个现在不能说。好，那万一那个人是魏国派来反间的奸细怎么办？你可以不相信他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以6万大军去围云中，不行，这太冒险了。殿下，你想想，如果能杀了拓跋焘，这是多大的功劳！你继位的道路那就一马平川。殿下，如果你杀了拓跋焘，我们赢的岂止是胜乐，而是整个战争、整个天下。到那个时候，柔然与魏国都在你的手中，我们再一鼓作气取刘宋灭吐谷浑，你岂止是柔然的可汗，你就是天下的可汗。不要犹豫了，我们与魏国的胜败在此一战。丞相，可是我还是觉得魏国不会那么简单。你对魏军的了解难道比我多？多伦他曾经说过，谢启辰的性格中有沉稳智谋的一面，魏圣先料败，他永远都会给自己留一个后手。你是听多伦的还是听我的？丞相你别生气，我当然是听你的，但是你还担心什么？我担心情报有误，不但我们没有绞杀拓跋焘，反而被谢启辰抓住漏洞，连我们已经到手的武川都保不住。所以我投下6万兵力，确保拓跋焘有来无回。可是万一拓跋焘他没有去云中，而是从胜乐集结大量军队直接攻击武川，那我们岂不是？不会的。那万一……我告诉你，拓跋焘御驾亲征云中，才是万中取一的机会，错过了将是一生的遗憾。好，丞相，那我们留1万兵马镇守武川，抵御魏军正面攻来。只能留2000兵马。2000兵马，2000兵马根本无法抵抗魏军主力。这2000兵马不是用来抵抗，而是迷惑，引诱魏军朝着与云中相反的方向进发。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。万一我们丢了武川，我有何面目去见我父汗？这样吧，一旦丢了武川，我就去你父汗面前领罪，这你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吧？你放心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是对的。带上。是。我把皇上带来的禁军卫队调到了西京麾下，明天由我们的人担任皇上的禁军卫队。将军，我都安排好了，明天担任禁军卫队的都是跟了你10年以上的老兵，绝对忠诚。他们知道要去哪儿吗？将军，连我们3个人都不知道去哪儿，他们怎么会知道呢？但愿明天一切平安。
么这么不禁打呀？是啊，老子连一成力气都没使出来，他们就开跑了。书生，他们今天什么阵型？不太清楚，不过这种阵型一冲就破，柔然人这不送上门来给我们打吗？哎，他们是不是人手不够啊？不，他们有6万大军。花火，追不追？小心有诈！他们也许假装溃不成军，其实早有埋伏。等我们追过去，我们就中了埋伏了。我们的目标是武川，就算有埋伏也要上，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身上，西晋将军才有机会反击。好，尉迟爽，跟我来！看来我们没有遭遇埋伏。是啊，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么轻松的仗。花虎，我怎么觉得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？我也有这感觉。你说柔然人有6万大军，可今天这战场上不过几千人。哎，你不是说他们埋伏起来了吗？就算埋伏也该出现了，现在是攻击我们的最佳时机。他们的主力不在这儿。要取武川，他们还不派主力，难道要将武川拱手相让吗？他们有更大的目标。让开！启禀将军，尉迟爽已经从中路冲破了柔然人的阵型。这，启禀将军，西路大捷，柔然人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。这，启禀将军，东路大军已突破柔然人的第1重防线。启禀将军，我们的中路大军已经开始进攻柔然人的第2重防线。传我的将令，继续进攻，直到将所有的柔然人全歼。是，走，这。西晋将军，花虎，你回来干什么？难道你没听到乘胜追击的鼓点吗？将军，今天柔然人不太对劲儿。什么不对劲儿？将军，柔然人今天的确表现异常，我怕有诈，请将军斟酌。我军所向披靡，势如破竹，请问诈在哪里？将军，柔然人6万兵马，只派几千与我们周旋，那剩下的5万多人马去了哪里呢？我们只是突破了柔然的第1重防线，其余的人马一定还埋伏在武川。我们现在正该一鼓作气，与柔然主力决战。你也不要再在这里啰嗦了。快回到前线才是正事。将军，可那5万多人马如果不在武川，在云中呢？他们去云中做什么？皇上和谢将军此刻正前往云中啊。这只是你的猜测，就怕不仅仅只是猜测呀。山岭就是云中的虎口。好，传令，全速前进！全速前进！报！启禀西晋将军，我们的中路大军已经突破了柔然人的第2重防线，现在柔然人正在朝西南方向逃窜。给我追，乘胜追击，别让他们跑了！等等，你刚才说他们往西南方向逃窜？是。西晋将军，我们已经攻破了柔然人的2重防线，可是还没有发现柔然人的主力。你不觉得
这件事情很蹊跷吗？还有，如果柔然人主力在武川附近集结，他们应该往东北方向逃窜，可他们为什么要去西南呢？皇上和谢将军现在正在东北方向，他们想故意把我们引向西南方向，等我们一旦发现，救援就已经来不及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柔然主力很可能现在就在云中伏击皇上，而眼前这支队伍只不过是要牵制我们。是。殿下，丞相，武川以南20里，我军与魏军主力遭遇。魏军主力有多少人？大约3万兵马。3万人？3万兵马。丞相，我们应该立刻抽派2万兵马前去武川增援。不必了，2000兵马对3万兵马毫无胜算，那武川必丢无疑啊！只要能杀了拓跋焘，一个武川算什么？丞相，殿下，丞相，一支约5000人的魏国军队正在向云中进发。拓跋焘果然来了。来者要非拓跋焘，我们岂不是上当了？一定是他。万一要不是呢？前方的武川就丢了，我们不是得不偿失吗？无题殿下，此仗成败，我来负全责。你，拓跋焘来了，你该上场了。丞相，你。判断是错误的呢？将军，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那么现在去云中救驾还来得及；如果我的判断是错误的，这场仗打完之后，我甘愿受将军任意处罚。皇上和谢将军虽然绕道雁门郡去云中，但是他们比我们先出发，现在只怕已经快到了云中。你现在出发，恐怕已经太晚了。将军，从此地到云中还有一条近路，那就是从武川直接穿插过去。但是柔然主力如果在武川埋伏，你从武川穿插，岂不是以卵击石？如果柔然人主力在武川集结，那皇上和谢将军在云中就一定安然无恙。我们从正面冲锋的话，就算身陷重围，对整个战况也是极为有利的。如果我们从正面冲锋，柔然人的主力不在武川集结，那我们就不会遭遇到任何抵抗，救皇上和谢将军就还来得及。西京将军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了。大郭闯、红旗闯、刚永营在，跟着花狐去，一切听花狐指挥。是。花狐在，即刻出发。是，你们都跟我来，走。是拓跋焘来了，对，一定是他。谢剑真亲自护卫，只可能是他。无题殿下，是时候该你好好表现了。好，准备杀敌！停！皇上，有些不对。怎么了？云中靠近武川后方，纵然空虚，但也不至于空无一人呢。我们这么多人，至少该惊起一只野鸭或一只飞鸟，但此地却如此寂静，除非野鸭飞鸟早已被惊走，有埋伏，撤，保护皇上。
黄渤，你果然神机妙算，柔然主力不在此地。柔然主力不在这儿，一定在云中。那谢将军和皇上呢？方向增兵。发生了什么事？魏军主力突然从后方杀出，怎么可能？魏军主力怎么会来得如此之快？但是他们的确是从武川方向冲过来的。难道武川失守？快啊！快攻出去！谢继晨，朕命你一事，绝不能让朕活着落在柔然人手里，明白吗？不，皇上，谢启辰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也要保证皇上安全。只怕我们君臣今日要埋尸于此了。杀！皇上！皇上，我们的援军到了。冲啊！
皇上，谢将军，你从皇上先走，铁军在大后。皇上，随我来。铁军队，跟我来，冲！吴体殿下身受重伤，闭关，闭关！怎么样，丞相？刚刚接到消息，武川已被西京攻破。啊！这位军爷，怎么今天关城门这么早？我们刚刚接到了命令，立刻封城，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军爷，我是一个医官，今天一下子来了很多伤兵啊，有几味草药没有了，我得出城采点，半个时辰就回来。没有皇上御批的关防，任何人不得出去。啊，是皇上下的命令？我们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，反正我们长官就是这样通知我们的。哦，打扰了。贝托，快！啊，快！御医大人，这御医大人是如何受的伤？我不知道，我没跟他在一个战场上。听说他是帮皇上挡了一刀。啊，皇上呢？听说也受伤了。啊，伤势如何？我不知道。皇上现在人在哪儿？已经回到圣乐。哦。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究竟是什么人胆敢对皇上下手？还能有谁？都是那柔然如若，竟然敢伏击皇上！这一仗真是凶险啊！是啊，不知道下一仗将会怎样。这御医大人伤势很重。不过我已经上了药，生命无碍，让他好好在这边休息吧。御医大人舍身护驾，在下佩服，佩服。希望将来我也有这样的机会，能够去保护皇上。有劳三位小哥，辛苦，辛苦。有劳魏医师了。走。今天纠正于千钧一发的那个士兵是谁？是尉迟床的床主花狐。朕想见见他。臣立刻派人去叫。另外，皇上，我们现在虽然回到圣乐，但是御前安防不能松懈。安童虽然阵亡，安童的职责就暂时由我来担当。你是将军，你的职责不在这里。皇上，臣必须为你的安全负责。有8个侍卫足够了。皇上若是龙体无恙，凭你的武功，臣一点也不担心。但皇上现在已经负伤，臣不得不冒死抗旨。臣必须亲自守在皇上跟前，臣必须亲自担当御前侍卫。好吧，皇上，通知崔丞相，立刻从平城
调来御前侍卫。臣遵旨。皇上，在平城的御前侍卫到任之前，先由臣的亲兵充任御前侍卫。这些亲兵跟随臣多年，尽可以放心。好，朕现在最关心的还是武川的战事。启禀皇上，武川已经拿下。这对朕的伤势来说，是一剂最好的良药。传御医。皇上，御医也受伤了，在医馆疗治。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放心吧。丞相，怎么样？战场我已经清理过了，我军损伤大约1万人。啊！启禀丞相，武川失守，武川2千兵马全军覆没。什么？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大拿，丞相，你再去看一看无题殿下。我才去看过，他已经没事了。你再去看。丞相，我刚才去看的时候，无题殿下还在昏迷当中。医官说他那一剑并不重，我明天一早就可以送无题殿下回柔然。明天一早，你应该派人将无题殿下的遗体运回柔然。丞相，你说什么？咱们这一仗虽然败得惨，但是无题殿下忠勇无比，虽死犹生。他没有辜负大汗的期许，也没有辱没柔然大将军的称号。那丞相的意思是？无题殿下判断失误，将所有的兵力调集云中，结果不仅没有杀了拓跋焘，反而丢了武川。无题殿下虽然指挥失当，但是他战至最后，也算是功过相抵了。丞相，我明白了。快去。是。怎么样？我们死了60多个弟兄。大力王呢？那他的遗体呢？攻心为上。花湖庄主，谢将军有令，请你速到皇上行辕报道。走吧。把皇上照顾好。是。将军，御医的，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你们不知道？皇上的伤势已经不能耽误了。到，启禀将军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我将御医送到了医馆，但是那医官说御医受伤很重，3个时辰之内都无法转醒。你，赶快到圣乐城中去找医师，务必要找到一个好医师，快！是，将军。丞相，什么事？
武帝殿下，武帝殿下，说，他的伤情突然恶化。前来看望无题殿下，但我刚一进大帐的时候，我发现无题殿下的状态十分不对。后来我再仔细一看，就这样了。你不是说他有好转了吗？一贯，启禀丞相，半个时辰之前，无题殿下的脉象平缓有力，的确已经过了最凶险的一刻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无题殿下说走就走了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也奇怪啊。明明就是你救治不力，草菅人命，才害死了我们无题殿下。丞相，我发誓，无题殿下刚才的确是大有好转。侍卫长可以作证，无题殿下还跟侍卫长说了很多话呢。就是你这个用意，害死我们的无题殿下。无题殿下，派人将无题殿下的遗体好生看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打扰。是。谢将军，你找我。华湖，你终于到了，皇上在里面等你呢。皇上？对，接下军任，随我来。皇上，华湖到了。陈华湖叩见皇上。扶朕起来。下去吧，你起来吧。今日在阵中救驾的可是你。华湖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射杀无题的也是你。皇上，当时身边有太多柔然士兵包围，臣冲了几次，却无法冲破柔然人的阵型。所以，才拿无题开刀。这是围魏救赵，朕心里明白。今日可真是凶险呢。今天也很蹊跷。哦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回皇上，臣今日的任务是跟随西京将军攻打武川。柔然人对于这一意图，应该是心知肚明。按道理，他们应该把主力布置在武川严阵以待，但是他们却偏偏把主力全部压在了云中。他们这是冲朕去的。可是他们怎么会知道皇上要御驾亲征云中呢？知道皇上要去云中的只有4个人，其中3个都在这屋子里，还有1个就是西金。皇上是在怀疑我吗？如果是你泄露了朕的行踪，你又何必不顾性命全力救驾呢？华湖啊，你现在怀疑谁？皇上，花湖现在没有任何证据，不敢妄加猜测。有没有可能是西金呢？肯定不是西金将军。臣前去云中救驾，西金将军还派兵增援。如果是西金将军的话，他大可不必如此。皇上，西金跟随我东征西讨多年，断然不会与柔然勾结。那么会是谁？
将军。皇上，臣出去一下。去吧。朕来问你，你是如何知道朕会在云中遇险的？医师找到了。哦，将军，整个圣乐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医师。据说先前多伦占领圣乐的时候，圣乐城中的医师投亲的投亲，靠友的靠友，都逃得一干二净。唉，这可怎么办？皇上的伤情每时每刻都在恶化。启禀将军，圣乐城中其实还有一名医师，就是现在正在为御医诊治的医官魏陀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快去叫！是将军。等等，将军，去请。是。你从武川插到云中，然后从柔然人的后方杀了出来。是，这是最短的路线。难道你就不怕柔然人将主力埋伏在武川？你带着几个床的人马去穿插，那不是死路一条？皇上，如果柔然的主力在武川，那皇上在云中就一定无恙，臣就算死也心安了。但如果柔然主力在云中，武川空虚，那从武川穿插到云中，就一定犹如穿越无人之境。所以，臣能从武川直接穿插到云中。好，有勇有谋。皇上，尉迟床本来的任务是攻打武川，但臣临时起意，穿插到了云中。按照军法，朕赐你无罪，并赐你剑履上殿，御前陪侍。谢皇上。